各位歡迎收睇有線新聞，我係梁卓麗。建造業係致命工業意外重災區，申訴專員公署展開主動調查，發現多項高風險作業嘅安全文件係預先簽署，亦都未盡檢查責任，向勞工處同屋宇署等提出40項改善建議。汪建浩報道。消息指，政府計劃調高交通違例定額罰款，當中違泊會由320蚊加到400蚊，其他例如超速同衝紅燈等會加大約50%。目標喺今年之內完成修訂實施。小永琪報道。運輸及物流局公布調整電動私家車牌照費架構，建議改以額定功率計電動私家車牌費。休息翻嚟報道。職業訓練局計劃下個學年加學費5.5%，同大學學費加幅一致。我哋睇埋天氣啦，預測晚間漸轉多雲，聽朝早沿岸有薄霧，最低氣溫大約22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。